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的红龙独家提供便宜。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都听过遇到嘅鬼故事，不过大家有发现冇？喺鬼故事地图啊，当中蛇玫瑰比蛇来鬼很好多，你係咪原因咧？就喺呢行人傳統嘅習俗嚟講啊，其實人個性過後咧，會介有自家後台嘅子孫咧，來祭祀變做祖先先。不過單身嘅蛇玫瑰係冇法度本自家嘅種出來祭祀嘅，但是有可能會變做孤魂野鬼。但冇客人為到本佢都變做孤魂野鬼，但是會送去供養廟，係冇咧是會介有冥婚咧，來變做平民不下嘅祖先。該做埋單身嘅蛇玫瑰，冇法度轉移自家嘅種出嚟。大家來看呢啲咁樣嘅紀錄片《唐下火》。
风，啊像爸爸妈妈无阿咩来啊，来享用，来粮食，啊比较保护俺们所有的子孙啊，哦，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事事顺利，哦。有。跟瓜子的时间去，俺就问讲啊，那时候就已经是我的状态，然后我就问说，然后如果假设今天真的我过世了，我想要回来，因为是大家都在场的一个，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公开的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不要那么避讳来谈死亡。就如果我今天谁知道意外会不会提早发生？如果真的是我早走了，我想要跟你们大家一起葬在这里，可不可以？对，然后阿爸也说啊可以啊，因为中午的去个你。可是这样讲，可是墓碑上面还是一样没有我的名字啊。然后棒梅他们就跳出来就说中的违反传统啊，我们要守护传统这样子。然后哥哥他们听到就觉得不行吗？然后我还有一个堂妹跟我同年纪，堂妹也是就默默站出来，很小声的说：“为什么不行？我也想要啊。”对，那时候感觉像是有了阵线，就是不是只有我孤单一个人在提出这件事情，也不再是我妹妹孤单一个人在藏着这一个她也想要的秘密，而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然后在妹妹讲的那句话之后，哥哥们、弟弟们全部都跳出来说：“对啊，现在两性平权，为什么不行？姐姐他们想要就要让他们进来啊。”那爸爸梅就是为了要巧合这件事情，就说好，不然那真的发生的，突然跋杯，突然跌高的问阿公阿嬷。就是这边本来是有一个铁门锁着，然后每年扫墓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铁门打开，让我们这些子孙想要看一下阿公阿嬷的，可以站在这一个地方，就是看一下阿公阿嬷的骨灰哦，然后就会看到每年大家会轮流来到这里，然后跟阿公阿嬷就站在这里讲一下我们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对他们的想念或者是一些感念之类的这样子，对。可是你可以遥望他们在那里面，或者是就会想说，就是如果死后的也是一个家的话，这也是一道门，我们也需要这个钥匙，我们才可以回家。可是现在女儿们就是没有这个钥匙，没有回家的死后回家的钥匙，对。你管我要不要回家，可是这个钥匙应该大家都要有吧？对啊，那这就是我们死后的家了。照理来说，是我们家族死后的家。晋华莲花，没有，不一样。他们那些对不对？哎，在这边。这我儿子。对，哥哥他们在这边嘛。那这边也23世，这边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没有啊。那这23世，那我跟你说，这旁边的这名字要留给我，我名字要在这里。哦。跟你们说了。好，下次你们那个。我只会留个位置给你。对，我名字要在这里哦，先跟你说了。其实，因为我们是失根蛮久了，我们都在外面长大，我们一直在外面找寻我们的认同感、我们的归属感的时候，我们在谈都是我们活着的当下，我们在世的时候的认同感跟归属感。然后，那我们死后的认同感跟归属感呢？当然是不是完全是认同于宗族，认同归属于宗族，这完全是两回事。可是我觉得是可以讨论，从你死后的认同跟归属来往回讨论你自己现在的认同跟归属，我觉得这也有一点有意思。宗族的主持人，他的交棒一直都是由男性交棒给男性，所以如果哪一天是由男性交棒给女性的时候，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开拓出某一些可能性在里面？
块时间加改好，安讲，签上张眼，我们四房改动作重金罗为普原因哈，其实很多人有讲这句话，俺四方摸音的哦，不瞄音不给什么音来做总管事，这个声音在3个月内是非常非常多的声浪啊。我们第4房刚好转接的时候，哈，就是在任期刚过的时候，就是前任的理事长跟总干事到我那时候在农会任职，他来农会找我，他是认为说我还蛮热心的，哦，在还没有进入这个的时候，还在上班，他们来找我一些什么活动啊，要乐捐什么 ，OK， 好，我还蛮热心，他认为是有这个热忱，所以他是说，交接了嘛，要转换的时候，他说我能不能出来接着总干事？后来我想想，可以考虑啦。那我是想说，我要是再不出来做点公益，为中心做点事情，那我怕我再老我都跑不动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爸爸年纪比较大，那我也是认为说他一辈子让中心照顾这么多，可是回馈的我还是觉得微不足道啦。那我也是想说替我爸爸也能够尽一点心力，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就来接了我们4房总干事。你很麻烦的问题也蛮舒服的。该19号、18号晚上，那19号晚上，那里边最多的活动，我会将你的声音来就会影响。当初系爱西方田壮公的协进会的总管事，因为当初佢唔平啦，因为佢讲爱每因为讲大家讲尾较主力啦，所以掌柜是。大家田壮那个压力真的很大。以前是长老制嘛，所以等于是长老说什么，底下人不敢讲。所以后面你看国银行，我们就从长老制变成一个管理委员啊，主任委员制，后来一个中心会啊理事长制，因为点都点有上，所以观念会挺变。当然，最后也成功了，所以才会设这个复活塔。我们是这样一个摸字形嘛，正塔就像我们的头颅、脑袋、心脏，左边是临时塔，就是主公主婆的临时塔。那我们这个姑婆塔就在右边，就我们的双倍，对，环抱，祖先环抱着我们这样。很多人自己说，你们的宫殿、你们的塔，嫁出去女儿可以拜吗？我常常回他们一句话。我说你们是宁愿女儿回来拜，起码她还是我们血缘亲戚，还是没有人来拜的好？我问你，早晚有一天呢？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家庭，已经我是觉得，我常常会去看一些数据，有没有？已经差不多有2成的家庭是没有生儿子的，那难道这个家庭都不用拜吗？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啊，同性恋。你啊，每家谁拢，谁拢都系冇，都系什么？你到时会落，你落来选，你头系姓 Q， 系谁来？你讲到姓 Q， 你都落来选，你那边有点错乱的。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复杂了，对吧？不管你同性婚姻，同爱讲嘅事情，你个每离婚，你有成因想反共。遇到成因冇想反共，遇到系被迫离婚，你亲姻都很复杂。该到底你是要把条件定死呢，一竿打死那些人，还是讲，要有点缓冲，要可以变，当下的状况是怎样会比较好？我们原来取向很安用的。不要说我们犯将而已啦，我希望是各个姓氏的中心都应该要接纳女儿。因为血缘上来讲，真正有血缘关系是女儿，不是媳妇。我们媳妇你们大家都能接受，为什么女儿不能接受？对不对？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我自己看了很多遍，每次看我觉得还是很有感受。老师应该更有感受吼。看了很多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现在也不只是影片里面在讨论，其实已经一直在讨论了哈。所以你今日当放去做在绕墙度内边咧度，你个现场到大家来讨论吼，睇你那个绕墙个是系你纪录片地图个肉片，然后南外个内边系你个放强圈去。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边跟大家来聊天，好吧？我们是来聊天。今日个绕墙界系你个父母庆地基金会个董事长，然后中用台后个客家后人个教授龚俊英先生。大家好，也欢迎老师。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好像有一点严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放轻松的心情来讨论今天这个题目。从刚才那个纪录片啊，其实我们可以很聚焦的看到一个命题，那就是一个回家的路，就是死后100年后回家的路吼。所以我们大家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命题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想说，这个人过世之后会被写在那个祖牌上面，所以祖牌上面会有那种过世的亲人，或是同姓的这个祖先，历代的祖先，然后还有那个骨灰坛会被放到那个祖塔里面，然后被后世的子孙来祭拜。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去想过说，谁的名字可以写上去？谁的名字不可以？谁的骨灰坛可以被放进去？谁的又不可以？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说没有真的面临到那个时刻的时候，就不会想得很仔细。再加上片中也凸显了一些社会变迁的问题，像是同性婚姻的问题，或是同性恋的问题，或者是性别议题这样。但是玉萍，你很不一样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很明确的知道，而且你明确的表达，就是你死后要进入到家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这么的明确这样想？我觉得是我比较早就接触到一些我自己的生死的命题，那包括我的心脏的疾病，以及我这几年有一些身心的课题。那这几年就是几度在要预立遗嘱，然后大概就会想说，我想要树葬或者是随便葬一葬就好。可是有一天就突然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家庭就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去思考我的葬身之处呢？为什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弟弟都不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死后还不能跟他们葬在一起，我才开始想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我的立足之处这样子？尤其是这几年在扫墓的时候，就是认识了其他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我发现我们都会有共同的疑惑，就是为什么在扫墓的时候，墓碑上就是没有我们的名字？有时候都会看到，自己的哥哥弟弟在上面也就算了，连兄嫂、连弟媳，甚至是刚出生的新生的男性都。名字都已经被刻在上面了，可是就是没有我们亲生女儿的空间，所以我才开始深入思考这件事情。对，我其实听玉萍讲这个，我自己感触很深，因为我自己身为女性嘛。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就是说所谓华人这么重视的那种所谓死后的世界，我说真的。我死后是蛮希望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待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是玉萍的例子。那群静你呢？你是现场唯一被边缘化的这个男性。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比较疏离，那再加上我这几年有接触到像是器官捐赠大体老师的议题，所以我死后归属的看法基本上我是没有一定要跟家人祖先在一起，对。不过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所以我父亲依循着传统，就为了我这个重要丁口买了一个在祖塔的位置，花了2万元，这样。那这个收据我到目前都还有留着。他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收据2万块，其实2万块蛮多钱的。老师，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他想都不用想，反正他以后就是回到宗族，然后爸爸还先帮你花钱买好了位置，对不对？然后玉萍是她女生她如果想回去，她要争取，而且说真的，我们争取还不一定真的会成功对不对？老师，为什么？你看，因为不同的性别，所以他们在传统祭祀上面
遇到的是不一样的待遇哎。对，对主持人说的对哈，全境的状况哈，其实就是2万元是一个丁口费。那其实这是宗族的一个文化，因为宗族它是一个父权的体制，又是一个父系的一个祭祀体制。那它基本上就是只承认男性做他的永久的会员成员，但是女性是暂时性的一个成员，因为女儿要外嫁哈，就是很传统的一个观念。那所以男性他将来在他过世之后，他就会成为宗族里面的祖宗神，然后男性呢就会延续他的香火，再生下一个男性，变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父系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对，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要传宗接代、子孙绵延，算吧？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那个香火如圣火，有没有？哎，这个香火是不可以断的。不过，如果依照老师这样说法的话，那其实女生真的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她其实是没有主体性的。它其实是附属的，因为我们很确定，在座的我们3位哈，就是说哈，如果是单身的话，就是这个死后不能被写在祖牌上面，然后骨灰坛也不能回去自己的宗族，然后也不能回原生宗族被祭拜。老师，对，没有错哈，就是当然现在有非常多个人式的一个选项，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一个去处，死后的去处。可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一个宗族的一个归属，宗族女儿的归属。那在宗族的女儿，她的归属就是因为她是暂时性成员，所以有3种女性是不能回宗族，一个就是未婚的女性，就是早夭的女儿哈，不能回去哈，女儿过世了不能回去；另外一个就是已婚的女性，因为她属于夫家那一边的；另外一个就是离婚的女性，她就变成是两边的宗族，原生的宗族跟夫家宗族，她都没有位置可以去这样子。你刚听了，你刚刚是做了叹气，是不是？早夭也不能回去，就早夭是不行的，早夭也不行。对，所以老师刚刚的意思是我解释的更清楚，就是如果你是单身的女性，你以后是别人家的，所以你不行啊。如果你结了婚啊，你就别人家的啊，好，你也不行。好，那如果你离婚，不好意思，你不是别人家，但也不是我们家，所以都不行。老师，那照你这样讲，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根据统计哦，到了2020年为止，其实全台湾只有3%的宗族有建立就是姑婆塔，它可以让女生回家。老师，对，没有错，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就是这3%的一个宗族是开始有接纳女儿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姑婆塔或姑婆牌这样子哈。那过去以前有一句话，就是早夭的童养媳会成为女神哈，就是家族里面宗族里面的女神，可是早夭的女儿就会变成女鬼哈。对，那这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一个性别的秩序的一个规范。那早期的话，民间有很多做法，比如说会用冥婚的方式来让这个女儿是有一个位置，在死后有一个汉人归属的一个位置。那也有一些方法是近期比较多，是我们会看到在客家宗族里面他们会送到，比如说像桃竹苗有一些佛寺啊，或者是安乐园他们会把它送过去，让他的灵魂有一个归属的一个地方。但总之就是对对女儿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在宗族里面是没有位置的。听起来真的很伤心所以我在老师的书里面，在田调里面有看到一个案例，那个案例是说，就是他长期受到先生的家暴，可是他宁愿忍受这个家暴，他也不愿意离婚，因为他离婚后，他有可能就没有归属了，是吗？当然离婚或不敢离婚，或不愿意离婚，或无法离婚，其实有很多现实的因素的考量但是在文化上确实会有一种让女性会担心说，我离了婚，我就会变成孤魂野鬼，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是有拜别我的父母，进到夫家的这一个系统里面，可是我离了婚，夫家这边进不去，原生家庭、原生宗族我也回不去，所以我会在外面飘荡。那这其实是不管是对于婚姻中的人或者是女性，她其实是有一种文化上的一种恐吓跟威吓，让我们乖乖的待在这个婚姻或者是传统的秩序里面。这个被我们边缘化的男性，你怎么看？我自己觉得是蛮矛盾的。像玉萍、像姜老师，他们身为女性，他们可能希望死后能够被祭祀，或是跟原生家庭一起在种植。对。那我自己的部分是因为跟家庭的关系，所以导致于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就是我要回不回的状态。对。那不过我现在是在场唯一的男性，以及我不用争取一出生下来就有回家的钥匙、被祭祀权利的人。对，这件事情真的是蛮
矛盾、蛮冲突的。对。那我自己认为是，不管是谁，他死后归属如果想要回家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要他喜欢、他认同的。那这个地方也应该是喜欢他、认同他才对。对，有没有发现，其实群静讲的话，其实可能可以代表现在某一群青少年的或青年或男性的想法哦。我是觉得我有听到意愿跟平等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说实在，这个题目这几年其实也讨论的蛮热烈的，那也有蛮多乡民的声音，所以我们搜集到了一些乡民的声音，我们就一起共下来看一下，到底几条街上映闹意见係乜嘅？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乡民的 VCR 短片，其实也是我们在社群网站上面收集到很多乡民的看法。他们这种对围女禁止的这个习俗，真的跟很多传统祭祀的想法很不一样。例如就会是，我是男生，我要负责这么多，我压力也是很大，对不对？然后也会有女生说，我死后我不要跟夫家有纠葛的，对不对？老师其实面临了这样社会的变迁，其实宗族也是面临到很多的挑战跟问题。对，主持人说的没错哈。现在宗族在我们的观察里面，它确实有一些困境。那总的来说，大概是有4种困境。那第一个是多元信仰，就是有不同的信仰者。那第二个是少子化，因为成员大家越生越少。对。那第三个是有些女性她其实是不想要留在宗族的哈，就最后的那个阶段。那第4个其实是男性有一些在拉扯，或者是女性有想要争取的状况。那以第一个多元信仰来讲，就是因为现在是我们有多元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选择，那加上我们的工作还有生活的场域，其实跟宗族那个原本的那个发迹的地方其实是越来越远。其实，在宗族这一块，我们就越来越少机会跟宗族来接洽了。真的，尤其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搞不好以后。徐静，你会不会说你用赖拜就好了？线上拜，对，或者是我们就赖通一下，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那种自拍的模式，就是我们这样拜，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多说法。那当然也是会说，如果今天你是基督徒，你根本就不会执行这种传统祭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老师刚刚说到少子化，大家现在都生很少，要么就生女生。如果说真的只有男性可以回去祭祖的话，以后祖先就没人拜了。对，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宗族是也开放让女儿回来拜，就是女儿或者儿子，这都是他们可以回来祭祀自己的祖先的。那当然有一些规范还是比较严格哈。是。但是我们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是，有一些媳妇，就是有一些是想要回到自己原生的宗族，跟自己的爸妈在一起。如同你刚刚所讲的，我自己小小的分享，有一次我去一个座谈会，然后我就也是谈到这个议题，就谈到说，就是在我过世之后，跟我自己的父母亲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在那个座谈会。我就掉眼泪了，就很单纯，我只是想跟我的爸妈在一起而已。那这个就是有一些女性其实不想再留在夫家的一个原因之一。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老师的书里面表示我真的很认真在看老师的书里面在填调里面有一个案例有讲到，我觉得很可爱耶。他说。我整个人生伺候他们家已经伺候的一辈子了。那如果今天我死后还要进他们的宗族啊，我的位置又是最后面最小的，我不想要再伺候他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蛮多
女性年轻人的一个心声。对对对，我在我的案例里面，这一些是我问到比较年长的，那他们通常已经结婚了大概60年、50年，那他其实已经从好几个世代阿公阿婆这样子就服侍了，所以他们在跟我访谈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说，其实可以的话，过世之后，请把我葬在外面，我宁愿在外面，我也不想要回宗族，因为其实非常的疲劳哈。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还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宗族里面有一些男性，他其实也有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因素，他就跟宗族比较远，所以我们看到男性有点在拉扯，不见得那么投入宗族。是。那有一些中生代的女性，其实是像女儿或者是像媳妇的部分，她们其实是很有意愿参与宗族的一个事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宗族可能需要在成员上要有一些新的观点来开启这个对话。对，我相信玉萍就会是那个很热情的人，我相信。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个，我可不可以说你算是无感的代表，可以吗？可以。这么有自信？可以。就像刚刚姜老师讲，像我是要回新屋范江祖堂做祭祀，通常都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做祭祀。现在好一点，早期的话就是会觉得那是苦差事啊，当然叫你干嘛你就干嘛这样。那当然也不会对宗亲会或是甚至整个新屋有太多的情感。对于女生被限制的部分，我觉得男生其实也有很多被限制的地方，因为像我们男生一出生下来就承担很多责任，尤其我自己是长子长孙，那你可能就会有传宗接代的责任、祭祀的责任。所以当我们享有很多权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被赋予了很多压力。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老师刚刚说的那4点呢，其实现在整个家庭形态也都改变了，而这样子的改变也冲击到我们所谓传统祭祀哈。举例来说，以前是农业社会，大家都3代同堂，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可能会有单亲、核心家庭、多元家庭，对不对？以及我们在刚刚影片里面有看到那个范江理事长，他就讲这样会乱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同性婚姻的问题，同性恋者入塔的问题。我知道群静对于这个同性议题其实关注的蛮久的，那你怎么看？身为男同志，那我如果未来有伴侣的话，我也会思考他能不能跟我一起进宗祠。至于具体的制度是怎么样规范，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交由同志子女来做讨论。是。此外，我觉得这个议题丢回同志圈也是蛮有趣的。性别平权在像是殡葬啊、祭祀啊这类比较传统的领域，其实目前还是比较少琢磨。是。那当同志社群可以在这么传统的地方发生，接触到非同温层的，像是守旧派人士啊，像老年族群，那也许可以成为性别平权更加普及的突破口。所以往后如果有相关的讨论的话，我也愿意参与。对，所以其实这个往后的讨论，我们就多了像他这样的生力军。老师，你快网罗他吧。当然，我们长期都有在互动当中，还有我的赖的。真的，因为其实我听群静这样讲，我也是感触很深。对，你看我们这样整个讨论下来，我们从社会变迁，好，那刚刚提到的性别平权这样的议题，其实我觉得宗族他面临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是说年轻朋友提出来的疑问，他们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做，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跟经验。那如果今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开启一个对话的空间，对不对？我们彼此讨论、沟通，多一点点的弹性，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改变。其实说到这边，就像玉萍，其实他向家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需求，你等于在家族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对话空间。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在家族扫墓的时候，我也只是提出来试水温，就是想要知道长辈们现在的想法态度是什么。那听到那些反弹声浪的时候，反而听到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就是我一个很乖巧的小堂妹在旁边很小声的说：“啊，为什么不可以？我也想要啊。”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有多少人是跟他一样，就是被家父长主义给晋升的？那我除了在做自己的家庭、自己原生家庭的家庭沟通外，我是不是还可以做更多的社会沟通？真的，我觉得也是因为玉萍她跟家族这样子提出来，我觉得反而让女儿回家这条路，就玉萍的家族来说，其实等于是在前行的路上哈。我们今天这样子讨论，其实我们不是要站在对立面，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要去对抗。
我们只希望能够凸显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老师？对，讲得很对哈。像不管是玉萍或者是群静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同志的案例，或者未婚女儿，然后像我是媳妇，然后像你是宗族的女儿，其实我们都不是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都不是要站在这个体制的对立面，我们是希望说这个。目前的一个问题逐渐浮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那让宗族这个体制可以有机会，可以慢慢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需求不一样，它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可能性跟这个过程哈。那如果可以借由这个对话机制，把这个不平等慢慢的消除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宗族里面的不同成员都可以跟宗族维持一个蛮好的情感的关系，或者是一个认同的归属的所在。对，就像老师说的，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点的倾听、讨论、对话、沟通哈。我觉得这对我们现在这种多元价值的社会其实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姑婆塔的建立其实就等于是正式开启一个对话的空间。不过我还是觉得像父权体制吼，这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我觉得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如果细微的去观察，其实还是非常多。例如这样说好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好，比如说女性到男性友人家去吃饭，好像没有主动去洗碗，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怪怪的。然后的男生呢，跟女生一起出去吃饭，如果男生没有说，我要来付钱，我们好像又觉得是不是好像有点不够大方？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们会觉得，男生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女生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要完全去符合这个父权体制对于性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我觉得这其实不单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或是在家庭的角色扮演。好，所以我们要邀请老师跟大家一起来看下第三例了。我是阿萍，是我爸最小的妹妹。我爸讲，佢很懂事，最小佢个阿爸是冇出嚟。家下市場突然間介資料兒，佢講今年開始，今啲七家來背起來。當拄好，我出世今年，咪係阿公介生日。我爸當歡喜。佢相信我係阿公送本佢嘅禮物，我爸當下我做生日解下，阿哥很衝條講阿爸太細心。前幾年阿哥頭姑娘沒有生日咧，阿爸衝條老我講，妹妹行拜物下解物愛本一個。阿哥講，就算你冇假，我還係會留一件件放本你。掠位很係按你解物下，阿哥講掠到位，本來當感性。不過我嘅性管度未知道唔公平，因為我哋做法務應該係2-3人都做得本，咁樣做唔公平。我平時當關心性別議題，未會為自家認同嘅事情去發生。面對佢哋，我實講唔出嘴。大把上來講，性管度有為經常，唔是按嘅夠啦。阿哥愛開價，我2-3年停停，老愛比佢喊下愛財產嘅保障。阿哥又唔會老愛叫出去，唔好嘅夠啦。阿爸咪係叫我艱苦，仲會先老愛講，我按樣會害阿爸唔過意麼？我愛按此事麼？比起有一件物，我很好想的啲嘅係講我講出嘴咧，記住會強用愛愛麼？杜家下讓片地圖吼，看到翠山村子5個故事吼，我相信大家的家都有談到。我們在影片裡面看到那個阿平，其實他對於這件事情不是沒有感覺，但他卻不敢發聲，因為他擔心他一講了就會有那種女生回家爭產的這樣的一個刻板印象吼。你兩段節目當中，伊就在繞牆度咧，係統一該父母認同動鬥面吼，類似眾善台後共強師傅研究所嘅所長龐然文先生來到聊頻道大家的大嘴姑。大家好，我是彭燕文。
哇，这段节目可以邀请到2位老师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聊，真的太开心了哈！从刚才的影片里面呢，我们其实会看到阿平的故事。其实早在1930年这个民法财产继承篇制定的时候，其实不分男女都有平等继承的权利。可到现在已经过了90几年，仍然有74%的人是传子不传女。然后我们也看到阿平其实对于外面的公共事务，其实他很勇敢可以发声，但是遇到这件事情回到家的时候，他好像又不太敢跟爸爸说，对不对？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故事？对，我觉得很多女儿其实都跟阿平一样，她其实就是会被家人会说不要争了哈，或者是说就是去签这个财产的放弃继承，是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一直很不鼓励女性去争取她的权利，对，那都会用这种和谐作为一个借口，好，所以包括老一辈的，我们甚至会听到，有些时候老一辈的会说查某人点点，或者是 same winning 点点，那。就算年轻一辈不会听到这么激烈的这种纠正，还是会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一直被教育说，你应该要多有同理心，多体贴他人的情绪啊，然后多顺从啊，这个大家都这么做的，不要去制造这种争议，制造这种纷扰。所以其实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们在外面抗争确实是容易的，可是回到家里，你就会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依附，你会不想要这样破坏这个家庭的和谐。所以，即便你知道这是你的权利，你也可能不想提出来。真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对于性别平权的观念已经很普及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还是会感到为难，我们就会觉得说，我真的要这样做吗？那我这样做之后，别人会怎么想我？然后我们就会对于自己的行为会有一种自我审查跟自我批判。对，自我审查其实蛮常见的哈，就是说我们在教育上基本上已经都能够接受性别平等、男女平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父权的一个父系的一个文化里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刻板印象，会让我们在做行动，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去 follow 它，会遵循它，然后会拿来当做自己要求自己要这样子做啊，比如说还没有结婚，但是他可能到男朋友家去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就主动洗碗，然后如果不洗碗也会担心别人的眼光，或者有些男孩子他会特别去承担某一些比较看起来很强壮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福音那个性别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是又担心说自己要打破行动的时候，会有一些别人的对我们的期待会不符合，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叫做文化残烛的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还是拿传统的观念来框住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有一个性别的一个开创这样子。对。老师说文化残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还是会不自主的、不自觉的去符合在父权体制底下对于这种性别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老师，我能不能说，其实影片里面的那个主角的爸爸也是被文化残烛了？对，有可能哈，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角色，他可能在观念上知道说我们要根据法律，财产是要子女是要平分的，可是他有一个观念是这个家。的传承要由男孩子来传承下去，所以他可能很疼他的女儿，但是却是把房子跟家系是由自己的儿子来传承下去的，所以他可能是面对的一种状况是，他就处在这个夹心饼干当中，就像夹心饼干是这个世代男孩子的一个困境，就是他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在拉他。然后呢，他的新的他有受到这个性平观念在召唤他，所以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很难，也是很困难的状态。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主角阿平的爸爸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其实是有顾忌的，他并不是很明确的是我确定要这样做，他有一点点为难。对，所以老师这边有一个例子，对吗？对对，我有知道一个例子是那个爸爸就是退休的军公教，所以他有那个终身俸嘛，每个月都会有这种钱进来，然后他大概每半年的时候就会去把就是到一定的金额之后就转到这个儿子的户头。对，那然后其实就是希望以后他没有遗产啊，没有太多遗产，因为遗产要分给配偶，要分给女儿。对，所以其实是另外一种的变相的传子不传女嘛。是。那其实对女儿来说会没有介意吗？对太太来说会没有介意吗？还是会介意啊。虽然他们其实也许本来是无所谓，不在乎这个钱，但是他们会觉得为什么先生要偷偷做这样的动作？对对。为什么爸爸要这样的动作？对。为什么不谈？大家谈一谈。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财产要怎么分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我们可以在特留份，每个人都有特留份之外，另外还有一半，
我们如果觉得谁付出这个照顾这个家比较多，照顾父母比较多，我们愿意多分给他，或者谁其实在家里的儿子女儿当中是经济最弱势的，那我们多分一点给他，其实这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说就一定要全部都给儿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讨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其实觉得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不讨论，然后我们平常相处起来也很融洽，然后感情也很好，然后等到真的面临到要做财产分配那一刻的时候，很多家庭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发生冲突的，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我觉得这样的杀伤力反而更严重。其实我们从刚才这个财产继承的这个影片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文化缠足。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另外一个文化缠足捆绑的例子，也是彭老师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你大家看下来看一下彭县长的故事。我是彭阳文，是一个妇女运动工作者。2007年4月做得成阿美乡嘅法律喺台灣通過嘅。當度後，2年我沒有成功嘅。為到我做到我嘅理念，我當然我本4年嚟成阿美鄉，我嘅老公未同贊成。我哋按樣做，天初會有啲人反對。不過我冇問到，比起揭露抗爭，我講到自家無下人岩頭，真經很難。喺無下人面前，強硬個嘅態度是打敗感情天天。為到喜歡婆奴，來一張出色嘅經驗，我老無下人啲家關係就成為喊來一個片名阿川。我們對我嘅做法無法度理解，不因為有事情對我嘅家官家用當排斥，因為我嘅每日出世嘅，佢同我老公相，我發現所有嘅人無論啲哪，都做得到自然嘅喊出佢嘅全名。一直到今，我見來見了嘅啲部下愛做到嘅改變，咪多麼簡單。我嘅那嘢乜嘢，未了解到佢兩啥冇傾向，代表為性別平權。刚才读讲片地图看到改黑彭老师的故事，老师那里面的主角跟你现在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像。那你看，老师从事这个妇女运动这么多年，推动这个性别平权。不过，老师你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也是要很花力气耶。对，我觉得就跟刚刚那个阿平一样哈，所以当初其实公婆当然是非常反对嘛，因为会觉得说他们的观念就是又不是入赘，又不是我儿子入赘，所以他会觉得蛮丢脸的，在街坊邻居当中。那即便我爸妈也会觉得说，好像变成是他们不会教小孩，没有教出好的女儿，所以女儿变成一个好像是很没有礼貌的坏媳妇。好，所以他们也会有这种担忧。好，那时候甚至我小姑也会写信来说，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很进步，但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体贴年迈的父母。好，这样的游说，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我从怀孕到生完之后，1个月都还没报户口，因为名字还没搞定。好，那我们最后其实是走了一个很传统的策略，就是去拔杯，哈，就是拔杯之后，然后真的拿到顺杯，哈，然后才用这个来说，你看这个祖先啊，神明也赞成，用这样去说服公婆的。真的，最后是顺着长辈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去问神明，所以才成功的达标。我们可以这么说，老师，为什么从母姓这么难？为什么这么难？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那个姓氏代表的是一个家系的传承，它是家系的，也是血缘的，也是财产的一个传承，所以它是有一条界限，就是同姓的这一个家人，同一家人就会同样的姓氏。父亲这边的小孩如果没有是从父亲的一个姓氏的话，那他们会焦虑，就是说这个我的家系可能就断了。像有一些外公外婆，他也会担心说，如果我要把我的财产给我的女儿的小孩的话，可是他是外姓人，那我会不会财产就流到外家去？所以他们的观念在那时候在思考的不是性别要不要平等的问题，也不是说孙子女或子女要不要平等的问题，而是家系的传承跟财产的传承这件事情，还是依旧在影响着他们。那这也是为什么2007年修法通过，可以夫妻协商姓氏可以从母姓，但是我们的比例还是这么低。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像刚刚彭老师说的，婆婆会觉得说，哎呀，这样是不是入赘？我们家族会很没面子，对不对？连彭老师自己的妈妈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为难，但现在已经过了10几年了哈，14年了，彭川都14岁了，那大家已经习惯了吗？其实我本来也以为应该已经定案习惯，但是最近因为14岁要办身份证所以我发现我婆婆居然就会有提起来说，哎，要办身份证，要不要姓，要不要改回来了？然后我赶快打哈哈过去哈，然后她也会问我女儿，透过我女儿说，哥哥要不要叫温鹏川啊，把我先生的姓加上去。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这个还是有这样的意图哈。那我觉得还压力蛮大的，因为公婆年纪越来越大，其实我们压力也蛮大的。对，你看哦，我们在这里听彭老师说，他现在压力也蛮大的，已经10几年了。对，婆婆内心还是很挂念这件事情。那孩子嘞，就是哥哥跟妹妹，因为其实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被问到的。对对，其实哥哥小时候就已经很习惯，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哈，所以说男生可以跟爸爸姓，当然也可以跟妈妈姓，然后跟妹妹。这个也这样的教育，所以他们都很知道。那甚至小学的时候，哥哥小学我也会跟学校老师打预防针，说哦，这个是我们基于性别平等哈，所以我们家儿子是跟我姓哦，因为怕老师心里有太多小剧场哦，因为可能会觉得是单亲啦、非婚生啦才会这么做嘛哈。对。可其实后来我就不再打，国中我就不再讲了，因为我觉得就算他把我们认为是单亲非婚生也没关系啊，大家共同来承担，为什么从母姓就要有污名嘛哈？对，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耶，因为等于是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自然而然就去学习跟认识这个性别平权。不过妙的事情是，老师内心还是有一些小剧场，然后婆婆还是很挂念哈。不过我想，老师你从事这个妇女运动，然后推动性别平权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社群网站成立从母性俱乐部，出书欢喜从母性。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文化变迁其实是很慢的。这么多年下来，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我觉得虽然说很缓慢，但确实还是有在改变。像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妻，他们在结婚之前或者是生小孩之前，会先约定好，我们就生2个，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甚至有更年轻的这个 couple， 他们就直接用抽签的。生出来之后抽签之后是跟妈妈姓，是那以后再约说第2个再跟爸爸姓，所以这样的改变其实是在发生的。我觉得这不只是这个实践男女的平等，就是性别的平等，而且更进一步有机会创造新的传统，就是说让女儿也可以继承姓氏。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讨论的非常多，是在意继承这件事，在意宗族这件事的。那如果他生不出儿子，那就宗族的继承就有危机嘛。所以如果能够让这些家庭未来女儿就可以不分性别的，只要有下一代，就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我觉得它也可以从连接到我们改变很多重男轻女的传统，所以是非常有革命性的。对，那就像老师说的，我觉得姓氏是非常有性别意涵的。对，那如果从母姓，等于是从源头做一个革命性的翻转，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要遵循这个父权体制底下的这种符合他的这个要求，还是说，这真的是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想这么做哈。所以俺想对所有嘅朋友来讲，凡事是系按你跳出文化框架嘅体谱，因为就凡事好，按你讲要相同，按你嘅制度啦文化，就要可能来改变，然后相同。其實無論係傳統嘅知識，然後上物嘅，然後催生嘅創新啦技術，都係按你表現對家庭啦愛嘅燃燒，我想愛就是係按你真是愛傳出去嘅，互農奴嘅佢講便是按你合擺嘅。